北半球冷叽叽，不过即摆南半球煞拄着大热。阿根廷受到热浪的影响，首都的温度一直加悬。专家警告，即款异常的高温会互小气无通消透，靠袂着超过40度。估计到拜六进前，若是即款天气，有一寡农作物也会受到影响。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即礼拜日头真美，街路真翕，行无几步路，汗都插插地，车开到一半就故障。有水的所在，客满想要洗凉的民众。水公园内底大细汉囡仔围伫喷水泉边，予水淋甲规身躯。首都附近，互人列做水污染区域的拉普拉塔湖出现民众无顾禁令落水耍的情形。规工拢伫望水的洗车业者，夜晡晚天气热甲，毋管洗过较侪车，身躯嘛无法度降温。Es terrible. Yo te digo, yo lavo auto, ni por más que lave auto, se te va el calor. Es impresionante. 气象预报人员表示，即礼拜的小风予阿根廷若亲像伫航火炉，高温卡袂着，就是摄氏39、40度。Esta semana en Argentina estamos viviendo una situación de temperaturas extremas y debido a la persistencia de estas temperaturas extremas también es posible que se declare una ola de calor, sobre todo en lo que es el centro y el norte de nuestro país. 气象人员嘛警告，持续无正常的高温，国家高气压，予阿根廷的天气出现热强效应，也就是予压制落来的小空气会释放更较侪热能，小空气就会停伫烟管内，无法度消透，温度就会持续升悬超过摄氏40度，有一寡所在甚至会升悬到43度。目前就要听候到拜六才有可能落雨，不过气象预告是显示落雨量无济，而且降雨区无伫农作区。阿根廷是大豆、番麦也有小麦主要的出口国，持续的小风会影响农作的产量，互看天食饭的农民嘛真烦恼。啊，若伫北半球，美国的纽约州是冰天雪地，扎拉西部地区因为乌白效应持续带来更较侪雪量，即使预测会达到8公分悬。乌白效应是指冷空气伫无结冰的湖水去拄着较温暖的水汽，伫正风的湖边会形成落雪情形。伊利湖甲安大略湖附近区域，连日即几天落雪已经累积达到61公分，最低温是摄氏零下7度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。